我哋靜落嚟去思考金錢嘅去向，我哋明白到我哋係要成為金錢流動嘅管道。如果我哋唔讓金錢流動，就好似一道閘門，一路累積住金錢，唔想金錢被使出去，我哋就唔能夠體現金錢可以換取嘅價值。因為靈魂所向往嘅係體驗，一堆喺銀行嘅數字對靈魂嚟講，其實並無意義。當我哋運用金錢向商家買到物品或者服務，我哋得到想要嘅嘢，而同時商家亦都賺到一啲錢，當中嘅員工有收入嘅機會。佢哋賺到錢，又或者有收入，又會將金錢再次投入喺唔同嘅渠道，令到整個能量流動活躍起嚟。所以，當你有能力嘅時候，願意花費，對人慷慨，你就推動緊成個世界金錢嘅流向。你身邊嘅金錢能量活躍，金錢亦都可以輕輕鬆鬆咁流到返去你嘅身邊。而家我哋揾一個安靜而不被打擾嘅地方，靜落嚟。你可以舒服咁坐低，或者盤起雙腿，雙手放喺膝頭上面，合埋眼睛。我哋一齊嚟做一個關於金錢流動嘅冥想練習啊！我係金錢嘅渠道，我有能力吸引金錢嚟到我嘅身邊，透過我呢一個渠道，金錢可以流動到世界唔同嘅地方，流動到唔同嘅人嘅手上。因為我推動金錢嘅流動，金錢會源源不絕咁湧入我呢一個渠道，從而令金錢嘅能量喺呢個世界活躍起嚟。因為我推動金錢嘅流動，金錢會源源不絕咁湧入我呢個渠道，從而令金錢嘅能量喺呢個世界活躍起嚟。我對人慷慨，因為我知道金錢嘅流動就係能量嘅流動。讓金錢流動，大家就可以獲得能量，令世界得到滋養，令世界活躍起嚟。我衷心喜愛金錢，我衷心喜愛豐盛，我衷心愛呢個世上每一個人，所以我對人慷慨，因為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享受豐盛。金錢會源源不絕咁湧入我呢一個渠道，因為我推動金錢嘅流動。我對人慷慨，我希望所有人同我一樣都可以享受豐盛。金錢會源源不絕咁湧入我呢一個渠道，因為我推動金錢嘅流動。我對人慷慨，
我希望所有人同我一樣都可以享受豐盛。今日就嚟到呢度，多謝你花時間一齊提升意識，鬆綁對豐盛同金錢嘅限制信念。Namaste。